Netflix 又加價啦，你仲同朋友 share account？ 小心啦，串流巨頭已經盯上你，共享賬號嘅時代準備終結。佢哋嘅目標係終結你嘅免費午餐。以前夾錢睇劇係常識，但平台發現咁樣收入流失嚴重，而家要出手，將每個共享賬號變做獨立收費客。呢唔係簡單趕客，背後有精密嘅用戶流傳數學模型。平台要精確計算點樣賺盡，又唔會趕走晒啲客。家庭方案睇落好抵，其實係利用你對平均成本嘅錯覺引誘你。一旦限制共享，有幾多人會轉獨立訂閱，又有幾多會流失？我哋可能要面對每睇一個平台就要俾一份錢嘅新常態。未來嘅串流世界，我哋點樣應對呢場娛樂成本大戰？呢場博弈嘅最終答案，由我哋嘅選擇決定。